孔子学院将中文带向全球，那是不是我们在国外的每一个中国人就等着外国人来学习中文，而我们不用去学外语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老挝非你所想。很多粉丝都在给我留言和私信，说去到老挝以后，语言问题怎么解决？很多视频博主，也包括在老挝生活工作的人，他们往往认为，在老挝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问题，而我却不这么认为。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位法国人，在老挝生活了3个月以后，能说一口流利的老挝话。他在视频里面跟大家说，如果给他6个月的时间，他可以学会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。他当时就已经会了37个国家的语言，也包括中文。很多人在下面评价说不可思议，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我觉得语言的学习是有2个方面，第一个是被动学习，还有一个就是主动学习。被动学习通常是我们说的环境，我们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，我们不会那个国家的语言，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小孩。大部分小孩到1岁左右，英国的小孩就会说英文，中国的小孩就会说中文，法国的小孩就会说法文，这有什么奇怪的吗？小孩他会不会因为担心他出生以后不会语言，没有人给他翻译，而躲在妈妈肚子里不出来呢？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到另外一个国家，首先你应该考虑是，我去到那个国家，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能不能适应？我去到以后，会不会比我现在的情况会好一些？只要你真正去到这种环境里，你每天跟老挝人接触，就像我说的，被动学习，只要你不瞧不起老挝人，只要你不把自己捧得高高在上，那你每天可以听到上百句的沙百里，那你还学不会这个你好吗？我差不多去过10个国家，但我觉得老挝语应该是全世界最容易学会的语言之一，因为每个老挝人他们都很悠闲，只要你有时间跟他们学习，你去到每个地方都有人愿意教你。如果他们听到你发音不准确，他们会挨到最近的距离，让你看他的口型是怎么发音的。我们刚来老挝学习老挝语的时候，就经常这种被动的方式，近距离的欣赏老挝美女。这种美好的环境，还有几个人学不会呢？我从来没有进过培训班，更没有专业系统的学习过老挝话。但我在老挝差不多3个月，我就会简单的交流，甚至到老挝餐厅里面去，会用老挝语点菜。老挝的文字学习起来其实也是很简单的，老挝属于拼音文字，只要你看到那个字会发音，你就可以读出来。只要听到别人准确的发音，你就可以把那个字写出来。我学老挝字的过程，差不多也就最多3个月，因为看到儿子在学老挝字，我就跟着学会了。在下一期的节目里，我会告诉大家几个简单的技巧，我们只要学会简单的几句老挝话，就可以走遍老挝。告诉大家，在这种被动学习的语言环境里，我们加上自己的主动学习，能最快的时间、最高的效率掌握老挝语言，那么你就在老挝如鱼得水，轻松愉快了。那还没有来到老挝的人想来，但是又担心语言，那您一定要关注一下老挝非你所想。下期节目告诉你，简单的几句老挝话就能走遍老挝，融入老挝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